民上帝准所有人代表，以及咱后天人的方面是建立不建立，我哋讲出各方即个语言呢咱各位代表即个事情各方面。 过来简单一点，我你讲，你讲出呢，但我讲咱梦想呢，伊上侪时间行讲袂完，安尼各方面，伊简单呢，几句的来教咱迄个做一个迄个心理症，互我结果呢，就是前礼拜呢，咱店咧老咧请，拄好有一件代志呢，就是讲一个食小吃，拄好呢，来到咱这个阿妈厝这个视频录过来，伊足好心，搁我要载一个小姐来炸讲，迄个拜托你，我载来迄个加油站遐，所以迄个人真多是咱怎采落去，即马采来到这个视频录，我过当的时阵，拄啊差不多20公尺，我叫来车烧到。 讲一个，即马基本来是打九车，九车迄个条对吧？迄个九车是我发现6.2，6.2，即马毋是原钱即马 IT 搁加调迄个公共危险税，即马因为0.5以上呢，你若真是0.5以上呢，你一定爱迄个移送。 加一条迄个公共危险税，所以呢，这个人拄好，伊也无来找我，因为这个人是阮公司的已经迄领导就走去北港出差的时阵食小吃，我讲，毋是啊，你去即马经迄个领导一定搁啉小吃去北港吃，是呢，就是进去伊拢做来食小吃。 食食的，但是做一班，伊煞做2班先做做的啦，因为手水就怎哩做，因为迄阵高档的时阵钓大的，伊是钓班的时阵伊就拢做2班就对，做伙吃，但是足可以，所以这边呢，拄好，甲阮同事讲伊后尾莫学伊讲话你也看伊出代志，但是呢，爸爸嘛是足好意的啦。讲毋是遐真实。所以拄啊你发生了后，伊我拜我嘛，拜我去上班的时阵，伊打讲，我迄个7日后，有法去用2点多。 想要叫你，毋知你行动安尼啦。讲你找着我行动的，我哪会当去公园线因无法定，可是你会讲是爱改手一定爱改，袂使定可是食这个小吃，一定早晚要出代志，所以伊今仔出代志，所以伊去骗你去条红单就4万，但是搁伊就移送迄个地检署的时阵，佮发给超过0.5，以0.62，佮发给我讲你上少你这个就对啦，一定爱50万以上。但是我以话讲啦，我讲希望你莫搁啉伊敢若打好笑的安尼所以我是利用这个机会，我同事讲像安尼好解好甲咱。 该10几单啊，较像伊安尼真正麻烦所以咱我利用这个机会，甲阮同事讲因你既然内底有足济人求得但是我咱大家怎讲，希望咱呢会当呢好来听着你，安嘛咯。 因为咱普通底下讲伊嘛是拢遐笑的，但是所以呢，
我拄着即回同事嘛是拢安答我讲吼，你可能是佮叫你同班你可能是拢无咧讲，互我讲因为咱无迄个权，伊呢也无要听咱的，所以今日才会发生这个代志。所以呢，咱在座因为无看卖现在大部分拢参考以上发生的代志，未有参考，希望呢有迄个，可能是爱生活成熟的人，希望互我有一个社会，把迄个情改掉，因为手啉落常常是冻袂了，下个以后要啉，但是真实际发生代志也足济所以呢，咱学校希望讲在座下晡这个赶紧改掉，会当时常呢，来参这个班，来听这个课，会当呢，使咱的精神呢更较方便。以上呢，我讲到这里，后壁你当初呢，听讲了各位现在一起。这里准备到高，不到高。讲师晚安。我较诚紧张，那我较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在厝中业的活动，甲咱聊这个前言。首先，我就是要感谢上天慈悲，祖师奉慈，师祖师母对老爱我们台面，老前年我在医生的精神，这年的一生，负责人甲各位点文书的提管。在台湾的苦心栽培，使学校明天就这个机会，在处重要的活动做结合。不过呢，学校变前好顿，在好学前，所以我要看伊讲这个活动来当天转发，实在是不感动，感到非常的惭愧。今仔日抱着一条正常的心，要来甲注意共同学习，并是讲徛在台顶，要讲道理互咱。你是要甲注意共同研究，所以讲在新的课程当中，若有了解不达书，或者是有所见到的所在，盼望咱注意今天内容会当甲学校对接，这是我最大的盼望。毋知我敢有一个感觉，在咱现在这个社会当中，世间的人会当讲几乎过着了富裕的生活。食穿，免搁再烦恼啊！虽然讲业种的无同，有善良人甲好业人这个差别，但是呢，生活中的种种需求，总是比以前的人过了搁较好。这当是咱现在人的福报哦。可是呢，随着社会的种种方便进步，咱人的心却是无以前的人遐尔舒服。遐尔单纯啊，反倒来呢是渐渐袂歹啊。为求享受，为求着着无，你失去了原来迄个纯真的本性，你就着用网络技术甲操作，伊着平常为真。总是讲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为着享受未来的，
伊讲哦，伊讲你敢是娘噻？你今年呢，会当8数月税万外块，我这是我税用。那你今年呢，汇这条税单呢，这条钱呢，我到明仔载尔，你赶紧呢，家己口舌讲我知影，赶紧家己慢慢呢，家己今年要退的数月税交去领导。好佳哉呢，我海的先生伊真巧，伊无受骗。那在几个月前呢，我较大厝面的后壁呢，有一个阿伯啊。这个阿伯呢，伊在平时啊，开一个学校。那有一天我咧出菜的时阵呢，这个阿伯啊，摕着我的头仔问伊咧叫我名，那我就讲，哎呦，阿伯是啥物代志咧？我就甲伊讲，阿伯那是安怎的？伊若讲啊，看你安怎啦？阮厝老母骗10万块去。那学校呢，在迄个当下呢，我就想讲，阮厝老都大啊，赚钱啊，哪有可能会互骗10万块去咧？我就问阿伯啊，阿伯啊是安怎互骗10万块咧？伊也讲呢，伊讲有人打电话伫因孙仔手机仔内底，传简讯互伊来讲，用批掉大奖100啊，天落落来下礼物啊，100啊，这是哪款代志？伊就打电话啊去找，去问讲，是到底是啥打电话互我，讲我中大奖100啊？那对方就来讲，真的呢，你真正中100啊？但是呢，阮公司规定哦，要领100万，就爱付一个头期款10万块。那意思咱想讲，既然你钱都去互我，是安怎我就爱付这个10万块？对方来讲啊，这是公司的规定，这10万块叫做所得税。如果呢，你10万块若有咧寄来，安尼你就爱甲你这个权利留互后一个人。但是你要知影呢，这天落落来的好处，在几百万人内底才抽一个尔呢。你真好诶，你会当分到这个大奖，你敢愿意放弃咧？那有时候就想，10万块来换100万，安尼当然就安尼换对无？10万块换100万，伊就甲伊讲好，我要安尼10万块寄来互你。对方就甲伊讲哦，伊甲伊讲，你安怎办？你这年就照伊方式安尼办，真正把10万块寄去。各位前贤，10万块寄去啊，100万换寄来。咱上摆啊，无安尼你拢袂受骗，真正无惊。你看看，为满足着家己的需求，无管去伤害别人的利益，做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既然有这种人，咱每一家呢，拢会当伫新闻报纸上，看到一寡暴力的事件、抢夺的事件，甚至呢有一寡犯法的分子，伊无咧讲别人的生死，伊安那卖毒品，互遐无知的少年食毒来卖失去家己的本性。互海真呢，以前咱看电视的时阵，当电视镜头伊翕到迄犯罪的人的时呢，伊拢会讲你咧头壳大，或者是讲呢，你摕衫也好啦，还是喷刷也好啦，要创啊，甲家己的面红起来，因为伊惊别人认着伊安尼会对不起着伊的父母，或者是讲因厝里的人。但是咱即摆去甲看哦，有一种犯罪的人，当电视镜头面对着伊的时阵，伊搁安那甲你打招呼，这种行为就是咱现在的安尼是变态，这对社会来讲实在是产生了真歹的影响。咱来思考哦，为什么上天上天伊咧降道落来？既然就是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道呢，就在咱家己的本性，对无？咱是本自负足的呢，咱是本来就有的呢。那上天为什么要来降道来甲咱宣化，咱就爱修行呢？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众生自600万年来投胎轮回久啊，咱染上了不良的习气，所以讲才有某道恶化的产生。无就是过一道呢，当然就是拢希望讲众生会当由修行，而来人生福寿。
修行这个工课，绝对毋是咧斗斗咧讲啊，咱来今仔来有人，啊，坐好足济人诶，绝对毋是安尼。修行你是落实个工课，修行是一步一脚印的工课。如果讲讲师在底下变咧讲，今仔日我来有人听道理，但是呢，我无感受，安尼每一厝来，哦，拢无感受，咱个嘛是甲咱讲哦，讲毋免跳真济，跳一步就好。如果讲咱修行人无感受，长期来安尼来讲，咱拢无进步。在咱个道中，咱个前辈甲咱讲，伊讲啦，讲白时书道，午时自道。咱爱知影在修行过程当中，如果咱若咧超过咱家己，咱后尾想要哪会做啊？咱就爱一步一脚印。到尾啊，咱嘛是爱对咱家己自道的呢。咱前贤伊是甲咱鼓励尔呢，鼓励咱咱爱修呢，但是呢，你无爱忘记，你的生死就操作在你家己的手当中，敢是安尼？对吼？我甲咱讲哦，伊讲每一个人拢该有有不信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成佛，只是在迷茫无利益，迷就是众生，那么无呢就是佛。哦，所以讲咱人认为讲，我就是众生，那我就是做一个众生，啊，成佛伊就是有有不信，伊就是永远是成佛。咱嘛有这种念头，因为成佛就甲咱讲啊，伊讲啊，讲成佛本是还人者，只怕你还人心不坚。所以讲，咱只要咱家己赶紧的，甲咱的信心来提起，好好咱来做这个大道迈进，咱嘛是会当受到心性圆满，又搁光明。我甲恁讲啊，伊讲世间万般的做法，拢是缘呢。今仔日看会到的这，伊这拢是虚幻无实的。修行上重要呢，就是你爱找回你家己一点不心。今仔日你若是会当认清你的不心，你才袂搁再迷茫落去哦。若是无这，你一直迷茫落去，将是一条不归路啊。所以讲呢，我甲咱讲，人人该有不信，人人该可以成佛，只是在迷茫无利益。哦，当然啦，在咱修的过程当中，咱大家开欢喜，咱大家心呢拢有两种意境伫咧交战。那这两种意境伫咧交战呢，伊就咱上富甲无伫咧交战共款哦。今仔日呢，佛祖会甲咱讲。万劫千辛的初心，师弟前世迎来因，今生用初心度，现代何时度初心？我来讲呢，讲要遇到这个体，真无简单啊！你今仔日呢，若有爱赶紧趁着你有生之年，赶紧行功表达，赶紧就是来修办好的工课。你无这个体的时阵，你要安怎修啊？但是无伊佫甲咱讲呢，做人就是为着享受未来的，爱来享受，来出头啦 OK， 来游览，来佚佗。我哈相信讲，今仔日咱来游堂呢，才会前天，咱拢是真有智慧的，咱会想讲要来把握着人生，好好啊修行。安尼咱才会才着讲，人间规结束来的时阵，较想要临时困涂骹。那明天呢，学校就要以着反璞归真这个讲题来甲注意用读。
当你袂失去的时阵，毋通继续一直行落去，搁因为继续行落去，将是一条不归路啊！爱知影含回头啊！哦，那这个破的意思呢？破的意思呢，就是讲，伊是呢无经过任何的制作，原来事情的本性，唯有呢方法，才会当回归咱个赤子的心，才会当恢复咱个本来清净的面目。以前呢，有一位专门伫咧制作家庭夫妻卖的人，有一天呢，伊一位朋友去找伊，一看到伊的时阵呢，就甲伊问：啊，你的面相哪遐尔歹看？是毋是你最近人无爽快？或者是讲，你最近有啥代志互你烦恼咧？那伊就来讲无啊，最近我甲平常时共款啊，无啥代志互我烦恼咧，我身体嘛好好啊。但是呢，伊这位朋友半信半疑，无偌久伊就倒去啊。那么经过破单的时阵，有一天伊这位朋友去来找伊，一看到伊的时阵呢，伊就对伊讲：你今仔面色特别好看呢，甲前一阵仔完全拢无共款，是毋是你最近有啥互你欢喜的代志咧？那伊也是甲伊讲：无啊，最近无啥代志互我欢喜啊，甲平常嘛是共款啊。伊这位朋友也阁是半信半疑，无偌久就倒去啊。那么当伊这位朋友倒去的时阵呢，伊安怎想嘛想无哦。伊想讲奇怪，是安怎我这位朋友若来找我的时阵，伊拢会甲我问这个问题咧？那呢，伊越想免若想，有一天呢，伊终于找到答案啦。原来呢，就是因为伊半年前拄好伫咧制作迄魔鬼的家庭妇。那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哦，伊心内因为要制作无足逼真呢，伊就想讲魔鬼生做种。家己一片凶神恶煞，想要把人家吃落巴，想要把人家迄个歹看的面相。那呢，无形当中，呈现伫伊的面相的呢，也就是面色无好，面色歹看。但是呢，最近拄好伫咧制作善人的家庭妇，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呢，伊去想到修行的人，迄种慈悲的法相，可爱的笑容。清澈的面躯，所以讲呢，无形当中呈现伫伊的面相的呢，也就是面色真慈祥，真好看。面色真好看。那不甲咱讲哦，伊讲笑又亲生。心生，意思就是甲咱讲哦，伊讲啊，伊讲一个人啊，如果讲伊的心中有烦恼的代志，有一件代志互伊看袂开，有一件代志互伊烦恼，那么呈现伊的面相的呢，也就是忧愁甲苦恼，对无？反倒就来哦，一个人，伊若今仔日有一件代志互伊真欢喜，那真自然就是安那，呈现伊的面相的呢，也就是安那，真快乐。真自在，我看到为做甲咱讲的讲，即句上用心生，我真心感受着，哇，真赞叹。会记真呢，以前我遐个三个囡仔，因为拄仔拄好读，国小的时阵，那学校中昼就是无营养午餐，宿舍的营养午餐，咱就爱家己食饭去。
阮嘛靠得来，吼，来伊个头内底有甲咱讲吼，伊讲呢，主在我的心中，这个主的意思呢，就是甲咱讲神的意思，也就是甲咱讲神，伊就住伫咱的心中，只要咱家己要相信，我就是一个唯一的真神棍。哦，那圣经甲咱讲哦，伊讲无所不在，啊那呢，虽无所不在，爱嘛无所不在，爱无所不在，君嘛无所不在，因为人的心念无所不在。圣贤贤君，伊的心是平等的，伊的心无分别心，伊就咱就是头同款，伊互每一个人共款的光芒，共款的温暖哦。伊袂讲比如讲啊，这互较好个，咱互伊的分就较济咧，这互伊的伊有钱啊，这互这个咱啥分较少咧。圣贤贤君因袂安尼。在伊的意见内底呢，只有水，只有爱，只有善呢。但是咱凡间的人，咱无共款啊。顶一阵仔呢，在要选举的时阵，互校长细汉囝阮创伙问我一个问题，伊讲妈妈，咱人吼，拢会去问讲，你是国民党的，还是民进党的？咱天堂的仙君，伊甲咱人共款，譬如讲，这个仙君是国民党的，还是民进党的？但天堂的仙君，伊无会分国民党的甲民进党的。咱就讲，妈妈，是安怎咱人无爱学仙君，到底分国民党的，还是民进党的？妈妈，你敢知影？就是因为选举，伫我囡仔内底哦，有两个同学，这两个同学分较上正好，而且伊才好读册。在中时啊呢，这两个就是安那下课时阵拢安尼吵吵大哩。可是呢，最近就是因为讲，一个人因兜是国民党的，啊一个人因兜是民进党的，啊所以讲就是安尼，两个讲无好，感情分裂去啊。毋仅是安尼尔，若下课的时阵，国民党的就去徛一边，迄有老师教，啊民进党的就去徛一边。那国民党的就骂民进党的讲，你民进党的安怎摆安怎摆？那民进党的都毋是国民党的，你安怎食钱？你嘛安怎摆？那阮选委呢，伊拢徛伫遐点点仔看，人会来讲呢，也选委，啊你是国民党的还是民进党的啦？你得调好啦。那阮选委呢，诚巧呢，而且你若真来讲，人阮兜咧收听呢，人阮兜咧食菜呢，我较超越妈妈讲国民党的也好，民进党的也好，所以讲呢，迄阵咱选举的时阵，拄啊干那伊无互人有两党对立。我甲伊问呢，伊甲我问讲妈妈是安怎咱无爱学仙骨的？咱今日来咱学仙骨安尼，安尼就袂放心啊，袂有活动啊，就会业讲伊小拍啊。妈妈是安怎咱无爱学仙骨的？我甲伊讲，咱人的心，咱是众心啊，咱人的心，咱有分别的心嘛，咱的心无平等啊。咱会来你教我，看分啊清清楚楚，你是你，我是我哦，吼，咱会来看分啊清清楚楚。这个人也是我所爱的人，伊今仔日无论做啥物代志，对也好，毋对也好，吼，咱拢会去原谅伊，会去包容伊，甚至会去安抚伊。但是这个人毋是我所爱的人，咱无办法啊呢，咱会用着有色的面的目睭。来看待这个人，那这个老师伊甲咱讲哦，伊讲如果你对这个人有无爽快的感觉，迄就是因为你的私心，你的思念无深，就是因为你的思念无拄啊，所以讲你才会用着有色的
就甲咱讲，伊讲如果你的心在迄个当下，那生起了慈悲的念头，那在迄个当下，你就是一个佛祖，就是佛祖的境界。同款哦，在迄个当下，你若是呢有要甲坏的念头，那么在迄个意境内底，当下的意境，你就是显出了一只独抓的境界。可见呢，水较歹，爱较混，伊拢是有咱人的心念所生起的。那心念，伊搁甲咱讲哦，伊讲一个人的心地若光明，伊的世界就有阳光伊的照耀，这是确实的啊。哦，就是讲咱过去这个年代，咱也相信讲我有灵光，对无？我有灵魂啊，那我灵魂就是灵光啊。那这灵光需要靠着修行的赞助，而变成了心光，变成了佛光。就咱上仙君，伊的荷包同款；就咱上日头，伊的光同款，伊会当照耀大地，互兄弟姊妹有美的公布。那心里搁甲咱讲哦，伊讲一个人的心地若阴暗，伊就在阴暗的世界内底运作。哦，事实上，对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来讲，伊的心是充满贪嗔痴的，伊无法度得到真正的自在，伊嘛无法度通得到真正的快乐。那么呢，在伊讲到内底，伊甲咱讲，伊讲咱的心，咱的心哦，来当去爱别人，迄个时阵上帝同款的呢，伊嘛会去爱你呢。反倒来，如果你的心若袂当去爱别人，那么上帝伊嘛无法度通去爱你。一个人会当奉献家己，去帮助别人，去照顾别人，那么上帝呢，伊嘛会保护你，会照顾你，互咱呢深深感受着。一个人只要家己愿意下定决心，我要好好来修持，那么上天呢必定会赐福予伊。那呢，在今仔日反复会经内底，首先互下要来甲咱人，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讲，咱嘛袂记住咯，咱的心中有一粒菩提的种子。咱的心内底呢，有一粒菩提的种子。我甲咱讲，一切众生皆有性。那天主伊甲咱讲哦，伊讲人人皆有七稳之心。可见呢，这个七稳之心是咱每一个人生落来，刚生落来的时阵，咱就拢有的，就是爱心嘛、同情心，这是每一个人拢有的哦。可是呢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咱有了肉体了后，自然有了亲情甲荣耀。那么，有从在咱内心的不幸，人自的心受到外在的影响，咱真袂过贪、嗔、痴、爱，咱的内心中变成了充满邪恶甲自私。可是咱会知影，今仔日这是一个歹人。或者是讲其他人教会有恶不作的人，伊有当时做着歹代志的时阵，伊若只要讲家己要反省，伊嘛会感觉讲，今仔做这件代志做毋对的，伊嘛会内心嘛会感觉诚不安。这就是安怎受着伊家己良心主人哦家己责备。有一件呢感觉关怀人的所在，那这件感觉内底呢？还有真济的重平凡，有一天呢，这重平凡因无聊的时阵，伊就摕着一本彩色的杂志来看。
伊讲吼，妈妈将来我看到遮尔啊水的珠宝，将来我看到金仔呢，这珠宝遮尔啊水，若是我的妈妈会当拥有这个珠宝挂伫伊的身上，相信讲我的妈妈一定真欢喜的。那有讲一个犯人呢，伊看到杂志内底看到一片真水的一片白粽，这片白粽不但真大，而且装潢啊富丽堂皇，装潢啊真水。伊嘛感慨地讲咧，伊讲我的妈妈将来拢毋捌看到遮尔啊好的厝，今仔日呢，我的妈妈来当搬入去这间遮水的白粽摊大，我的妈妈毋知要落来安位咧。那伊有一个犯人，伊看到杂志内底含了一张以后一张真水的一台轿车，伊看到这条轿车的时阵呢，伊就想讲，今仔日我的妈妈来当拥有这台轿车，当我妈妈会当开这台轿车来探访我，我毋知要偌欢喜的，大家分享看给我的妈妈。这本杂志呢，传，最后呢，就传到一个犯人的手当中。这个犯人，伊摕到这本杂志了后，伊看了后真感慨，伊心中呢留下了这惭愧的目屎。伊讲了一句话，伊讲呢，今仔日我的妈妈来当生到一个有孝的囡仔，好命的囡仔，袂因为大家常常含咧不良分子伫外头爱杀人、抢人，爱含啊拿刀拿枪爱含相拍，袂因为去犯罪，互警察抓入来干当歹的囡仔。相信讲我的妈妈，比伫个大楼仔厝，比伫个开好车，比伫个大珠宝。我的妈妈更更加安慰，更加快乐。那拄则的三位犯人，伊听到这个人讲这个话了后呢，伊较深深较受着，好，含共款留下了迄个后悔的目屎。这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，伊知影伊家己的亏欠，明白伊家己的过失，由内心生出了忏悔的心。所讲一个讲出来一句话，所以讲伊个一改善莫大恩。相信讲这个人日后一定有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小妹甲咱讲真好哦，伊讲安怎？伊讲知影毋对，知影我做出来行为是毋对的，但是伊无要真正去承认你家己的代志，你做的行为毋对。这是天下间上大的过失啊！爱为身体去探究家己的过失，而好再去想一下，绝对应该跟家己无正的心念。学佛修行，就是为着要改变咱家己无正的习性啊！当然啦吼，咱每一个人有咱每一个人的个性，那这个个性呢？又搁叫做气质，而这个气质呢，是必须气天来的。因此呢，安尼白白是人规个看起来就较巧，规个看起来就较无，规个人看起来就较善良，规个看起来就较勇武，个性无同款。但是呢，咱爱知影，上天伊所赋予咱的本性。迄就拢共款啦，在前不精，在还不掉。在咱还未真正开悟的时，咱人的思想拢是凭着人生的
学习所智慧。所以呢，当一件代志公司也好，道路也好，当需要大家去研究、去参考，人哋安怎把这件现实办好好势的时阵，咱可能有对这件代志的看法，提出来做参考的时阵，咱问好，因为这种我的看法是安尼一定是对的。咱来想看卖啊，咱提出来这个答案，伊敢有合乎理性？爱用真理做标准，因为呢，咱的修行一方面就是要发扬家己自信的光明，一方面就是要洗掉家己的污染。而且呢，在咱修道的过程当中，每一个人的境界都同款，咱境界都同款呢，对一件代志的观点看法都无同款，咱会当多听别人的意见。然后好的意见呢，咱嘛是爱该采纳哦。来讲到业障，伊也叫做业力。咱呢本身就是安那，伊有真大的吸引力。伊就是一种的救治，好救治，有当时就是互咱要来帮忙帮个开。今仔日呢，先分。伊虽然讲了真侪奥妙的真理来给咱教化，但是这种新的业力，嘛爱互咱家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家己去关注照。按照咱家己所做出来的代志，我的行为是对的还是唔对的？我伊无法度通替咱消冤解业啊，有可能有浅显的想讲，我无法度通替咱消冤解业，那么又可有啥会通替咱消冤解业的？咱爱知影，今仔日这是咱的师尊，咱的师母，伊嘛无法度通替咱消冤解业啊。这个业了呢，就爱互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家己反观自照，家己剃掉。所以讲，当咱一个行为行偏去的时阵，咱行为一定行唔对的时阵，有照我讲过，唔嘛一定行落去，不归路呢，咱爱放纵自信，爱用着咱的智慧来判断，咱唔通用着我家己的私心好还是歹，要来做决定，做对这件代志的决定，咱唔通依着应处要来做标准。因为呢，应处伊是心理作用，伊会随着人的心理而来起落落。本来的意思呢，就有两意。如果到
想啊，啊，咱身躯有啥物擦的？有甲耳鼻舌身意才会擦啊。这个擦，伊会来偷给咱身躯宝贵的物件，所以讲咱爱知含预防，这叫做叫做甲擦甲。所以讲咱受到了后，千万忙做无好的代志，若无咱的灵性，就会被污染，咱的德性就会被偷啊。毋知咱有一个感觉无？当我今仔日呢去做一件好代志的时阵，我去帮助人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我今仔日真充实，我有平常时只卖做一点仔代志。虽然讲呢，别人就讲讲，你今仔袂歹哦，你今仔会当去奉献袂歹哦。虽然讲无人甲咱聊聊，但是咱家己来感觉讲，今仔做一件好代志，咱会感觉讲心情真快乐。可见呢，这个心是快乐甲苦恼的关键。不是完全是有真会当保护一个人快乐甲苦恼的哦。也就是讲哦，一个人，伊如果讲伊的心无烦恼的代志，每一件代志互伊烦恼吗？虽然伊是食歹、穿歹、用歹，但是呢，伊嘛感觉真自在。反倒来，如果讲这个人伊心中有一件代志互伊烦恼，烦恼阮囝毋收咧，烦恼我囝趁无钱咧，无厝通住咧，若有代志互伊烦恼，即是讲你用好的互伊食，用水的互伊穿，互伊住老我厝，相信讲即个人伊嘛袂自在，嘛袂快乐。咱来想哦，咱现在的人，尤其是呢以前农业时代，我感觉讲英国人真苦心，咱就比较无烦恼。咱现在的人哦，咱即马是不是物质较提升啊？咱食较好，穿较好，用较好，但是安怎咱即马人比以前的人搁较苦恼咧？原因呢是咱现在的人心灵比较较空虚的关系。一个人的心灵，伊若无充实，伊若会空虚，伊才会苦恼哦。如果讲一个人的心灵若真充实，相信讲伊就袂苦恼。那么呢，咱的心灵要安怎才会当互咱真正达到充实呢？好汉呢，就以这几点来甲咱共读。第一点就是爱听闻佛法，多听老师讲真理，多看圣贤所留落来的经典。听闻佛法的目标，就是要开启咱家己的智慧，正确来看待咱家己的人生，互佛法呢会当挂念在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同时互佛法会当挂念在咱日常生活中。安尼社会会当更加祥和，在佛法的支持之下，咱才有办法去除忧愁，去除苦恼，以达到当下的清净。各位前贤，咱今仔日会当同住在咱努力的人来听经佛法，安尼比较较容易亲近。又个当呢，咱来接受着佛法的普教。加持，咱爱做出来的以设计的语言。这个老师有甲咱讲，伊讲爱你来学堂，并毋是爱你来得到啥物物件，而是爱你真正去了解，你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天理良心
就是爱在行福进福田。第二点，恭敬福田，行善事来充实咱家己。圣经内底甲咱讲，伊讲老大好称的人，必还好受益。那先不是甲咱讲哦，伊讲一个人会当去救人的人，就叫做菩萨。那一个人会当把咱的时间为兄弟姊妹奉献的人，伊就是做了一天的菩萨。所以今天，咱所谓讲人生，是毋是在指着讲咱人出世到死，这段的过程当中，咱大家做啥？咱来选择人生，对无？咱来想哦，咱人来这个世间，只不过是短短几十年而已啊。生存的意义究竟是啥物呢？咱是为着名、为着利、为着享受而来追求的啊。但是咱爱知影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有一天咱会死啊！那咱所追求的这，在咱人生的路途上，伊阁有一个实质的意义吗？一般的人，就是拢会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，日日的流转，最后就会讲，咱人就可比讲咱上帝共款，每一天拢伫遐念，每一天拢伫遐念，种三顿念，三顿无用，但是呢，到尾啊，个来物件也是趁伫别人的嘴呢，咱人就咱上帝共款。咱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涩，但是咱唔知影，咱无法度去体会到真正好的滋味。师尊老大人，伊甲咱慈悲讲，伊讲道理啊，恁除了无人因断食的因花。